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早。我们预备心来做礼拜哈。我们先检查一下我们的手机，看有没有关机或转成震动哦。我们稍微检查一下，然后礼拜结束后也不要忘记要开机哈，不然别人找不到你。我们稍微检查一下，然后我们预备心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的上帝，我们今天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所以说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就用一个敬虔爱你的心来预备我们自己。主啊，今天是228的事件，我们也一起为在这事件中受苦受难的同胞来代祷，尤其是家属，在他们伤痛之余，主啊，因为我们的基督徒可以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祷告，扶持安慰他们。让我们汲取历史的教训，不再用政治军事的力量来迫害他人，乃是用神的爱彼此互相关照。在这土地流那无辜人血的罪，神你必追讨，但是神你也是恩典又奇妙的主。愿神你的公义、你的慈爱彰显在我们这个土地，让我们从政府在上掌权者到百姓，都知道如何谦卑自己，如何寻求你的公义，如何怜悯别人，爱人如己。让我们谦卑与神同行，也要自私自利，乃是定睛在神你的话。我们为我们国家、我们这块土地来祷告。愿神你抚平一切的伤痛，愿神你的慈神爱手总不离开我们，也为我们弟兄姐妹的需求来代祷。无论我们尤其在疫情当中所遇到的困难，工作上的困难，生活起居上的困难，或是我们有人要出国读书的困难，我们都交托在主你的面前。愿神你向我们说话，愿神你启示我们，帮助我们，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向前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主，我们就祷告来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得着你的恩典，得着你的连续，从你的话语当中知道如何向前行。于是我们同心祷告，在你面前也预备我们自己来敬拜，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在主日的清晨，我们一起在这里，让我们一起宣告：主是我们生命的泉源，我们喝了必不干渴，好不好？请大家起身，我们再一次来宣告：如今在我里面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主耶稣在我里面活着。让我们一起宣告：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事情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本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再一次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好吧，我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虽然我们常知道我们蛮有能力，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悲伤，还是会哭泣。唯有我们看见主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喜乐的力量是来自神。我要看见，求你降下同在，在你子民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子民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
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们看到你的荣耀。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感谢神，我们的神是丰富又充满恩典与能力的神，他所应许的恩典和盼望永远都不离开我们，让我们用谦卑的心来寻求他。主啊，在你殿中，我们要与你来相遇，求圣灵来更新并掌管我们的一生。我们每一天要跟神在爱中相遇，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将我全人献上，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生命更新掌管我一生。我们再一次将全人献上，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生命更新掌管我一生。洁净我们，吸引我们，洁净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洁净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再一次求神来洁净我们，洁净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洁净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将我们全人献上，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生命的心掌管我的生。主啊，我们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是的，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活出圣洁的新生命，再次重新得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总是在我们的身旁，带领我们度过每一天。我们深信，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或是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你的话语、你的帮助，是我们唯一能够依靠你的。愿我们能更多的敞开我们的心，让你来亲自来掌管。愿你赐下你圣灵，帮助我们更多来亲近你。愿你的平安真实的触摸到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也赐恩典给我们，因为我们都要来渴慕及仰望你。我们祷告不完全，我们要用你所教导的主祷文同声开口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请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于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第8章第1到第12节，现代中文译本在584页。我们一起来读。到了第7月，以色列人在个人的城镇都安顿好了。那月的第1日，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在水门前的广场上。他们请经学专家以斯拉祭司把法律书带来。这法律书就是上主借摩西颁给以色列人的。于是以斯拉把他带到群众聚集的地方，那里有男有女，还有年纪较大、能明白事理的儿童。以斯拉在水门前的广场上向他们宣读法律，从黎明一直读到中午。他们都很注意听。以斯拉站在一个特别为这事而造的木台上，他右边站着马他提亚、示玛、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家和马西亚，左边站着比大雅、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拔大拿、撒加利亚和米苏兰。以斯拉站在高台上，他们都注目看他。他一打开书，大家都站起来。以斯拉说：“颂赞上主，伟大的上帝！”所有民众都举起手，应声说：“阿们，阿们。”然后跪下，脸伏在地上敬拜上主。后来民众起来，站在他们原来的位置。有些利未人就向他们解释法律。这些人是耶稣亚、巴尼、示利比、雅敏、雅古、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撒利亚、约沙拔、哈南和比莱亚。他们向民众口头翻译上帝的法律书，并加以解释，使民众能听明白。民众听到法律规定的事以后，都感动地哭了起来。于是省长尼希米、祭司和经学专家以斯拉和解释法律的利未人告诉民众：今天是上主你们上帝的神圣日子，你们不要悲伤哭泣。现在大家回家预备宴席吧，把你们的食物和酒分给不够的人。今天是我们的主的圣日，你们不要难过，因为上主赐给你们的快乐就是你们的力量。利未人安抚民众，
叫他们安静，不要悲伤，因为这一天是神圣的。民众就回家去，快乐地吃喝，并且跟别人分享自己所有的，因为他们听懂了读给他们听的法律。愿上帝赐福遵行他旨意的人。今天早上曾宗圣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在艰苦时代分享盼望的信息。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今天早上可以来跟大家来分享上帝的信息。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里面，其实放在我们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这是在大斋节期里面的第2主日。在这大斋节期里面，我们常看到的就是在复活节之前40天。教会的传统会开始我们的大斋节期，在这大斋节期里边，我们借着禁食、祈祷、悔罪，跟耶稣基督一起来经历苦难，然后也跟耶稣基督一起来分享复活的喜乐。今天228也是和平纪念日，刚刚彭牧师带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提醒我们，在228事件之后的74周年。我们仍然要学习记住历史的创伤，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让我们可以生活在和平的日子里边。在今年的2021年，我们假如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到2020年已经过去，前一阵子开始有许许多多的报道说，回顾过去，在1年当中，全球各地遭遇到武汉肺炎或新冠病毒里面的侵害，造成了许多的伤亡。今天早上我们看报纸看到的，全球已经有1.1亿多人感染这个病毒，有250万人过世，对这个世界造成经济、政治、社会和各个层面里面深远的冲击。虽然有些国家已经开始施打疫苗，但是最近出现的变种病毒让世界各地仍然非常的紧张。有些国家局部的封城，甚至有些国家还进入在紧急状态，这些都影响人的生活非常的深远。请大家看一下在投影片上面这张图，这是在前几天2月21号《纽约时报》里面的头版。这头版里面我们看到好像是一个光谱。深浅不一、颜色浓淡不一样的光谱，但是这个光谱假如放大看的话，是一个一个的黑点，每一个黑点里面代表过世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光谱里面是50万的的黑点里面所组成的，提醒世人，或者提醒在美国生活的人，他们的国家有50万个人因此而过世。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不只是在美国，在世界各地仍然是如此。前几天我打电话到柏林去，给我以前指导我的老师，他现在已是85岁的退休的瑞士籍的教授，他生活在柏林里面，他跟我说，在他生活的柏林里面几乎进入紧急状态，而且这个情况呢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除了上班和采购民生物资，甚至是要去医院看病以外，严禁人民随意外出，所以在那边中小学全部都停课。然后这位我的老师他就描述他的心情说，这个封城就好像戒严一样，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被迫疏离，生活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呢，到教堂去礼拜的时候，他们不能唱诗歌，因为怕传染病毒，要戴口罩，要保持跟人的距离。所以以前那一种做礼拜当中彼此的请安互动，全部都停止了。他觉得非常的难过，因为做礼拜不能唱诗歌，那个实在是
让人难过的事情。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所生活的21世纪，在台湾，在各地里面是这样的情况。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带我们回到主前第6世纪、第5世纪还有第4世纪的情况。在主前539年的时候，流亡到巴比伦去的犹太人或者犹大人，他们结束了他们流亡的生活，回到自己的犹大故乡去。因为波斯政权取代了巴比伦政权，经过了一番辛苦的日子，他们在主前515年的时候重建圣殿。后来他们在5世纪中叶的时候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图片呢，就是考古学家们重建的当时的城墙可能的情况。不过在重建的过程当中，仍然遇到了许多的挑战。社会内部里面问题重重，比如说，在那重建的社会里面，有些富有的政商，他们透过各种的方式来压榨、奴役平民百姓的生活。所以，同样是犹大人，但是各个阶层不一样。甚至呢，还有的在宗教精神失落，虽然圣殿重建了，但是宗教的精神，什么叫做是爱？什么叫做是支持？什么叫做是扶持？什么叫做互相照顾？这样的精神，在这样重建的社会里边，也面临了挑战。重建耶路撒冷圣殿还有城墙，虽然是艰难的工作，但是相对于要重建整个社会良心、整个社会的生活，其实那是相对容易的，因为后来更需要所做的是，让人民能够体验到脱离奴役的自由生活和感受到生命力量。这样的工程却是更加的艰难的，特别是如何从社会的各样阶层受压迫的当中、难过的当中，或者是遭遇到苦难的当中，从上帝的话语得到鼓励，还有盼望。这是更伟大，但是也是更艰难的工程。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这边经文提到说7月，这个7月跟我们的7月其实是不一样。这个7月是按照犹太人的年历里面的7月，他们叫做提斯利月，也就是我们的阳历里面的9月，秋分的地方，也就是秋天的时间。犹大人他们从自己的城里面，从城外来到了耶路撒冷城，来到这个他们首都的地方，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水门的广场。这张图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而黄色的区块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就是水门的位置。他们就聚集在这边，他们邀请了以斯拉来宣读摩西的律法。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它是中文的翻译里面是用法律，那其实它指的是摩西五经还有相关的内容。经文让我们看到说，7月1号，也就是说后来的犹太人新年，他们聚集在水门的广场，从日出一直到中午，都在宣读摩西五经。以斯拉这个经学教师读经文，大家想象看一下，假如读整个早上的话，那么他读的经文的分量其实是不少的。然而，在这边我们看见众百姓都非常注意的聆听。那经文第4节到第6节这样描写说，当以斯拉站在这个木台上面，就是用木板做的这个台子，然后他身边里面站着不同的助手，就像我们这个投影片里面所看到的样子。当以斯拉展开的摩西五经的时候，众百姓就站立起来了，要聆听上帝的话语。当以斯拉颂赞上主，然后百姓呢就回应阿们，阿们。之后百姓又低头匍匐在地敬拜上主。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早期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了，就是最早的礼拜的方式，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礼拜。在第7节还有第8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以斯拉用很清晰的
话语来宣读上帝的经文，而这个呢是用希伯来文经文所写成的。换句话来讲，当读经文的时候是用他们原来的母语希伯来文。不过在他旁边里面的助手还有利未人们，他们就用当时流行的亚兰语来做说明，让经文的意思能够明白。换句话来讲，是用日常的语言来解释上帝的话语。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我想举个例子，我们马上就可以秒懂。就像是我们在我们的社会，还有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我们可能忘记了如何说福佬话，或者是我们的母语客家话，或者是有人是原住民语言母语。那新一代的年轻人或者小孩，他们就不熟悉自己的母语怎么讲，于是呢，我们的父母和长辈呢，就要用我们现在所说的共通的华语来做解释。这样情况在当时也是一样，因为在波斯的统治之下，年轻的一代人，他们比较熟悉的是流行的语言，就像我们现在的华语一样，对自己的母语希伯来语呢，有些就陌生了。因此，在读经文用希伯来语的时候，必须要透过亚兰语的解释还有说明，让在场参加礼拜的人才能够理解。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这样的解说呢，让百姓能够了解读经的内容，也就是说，头脑能够领悟，心里边能够明白。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所描写里面呢，整个礼拜的过程，它是以斯拉来读经文，用希伯来文母语读圣经，然后在解释经文的时候，是透过旁边的助手还有利未人来解释经文，用他们熟悉的亚兰语，然后结果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圣经的意思。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第2节、第3节、第7节、第8节，还有12节里边，有的不同的翻译本有的用小的，有的用明白，或者说了解那意思就是说，这个结果，整个礼拜的结果，读经的结果是他们能够明白经文的当代意义，就好像我们用华语现在在礼拜一样。在这当中，我们看见让人能够明白话语的，有一群人扮演桥梁的角色，就是这些站在旁边的助手，还有利未人。刚刚我们所读到的经文里面，第4节还有第7节，有许许多多的人名，中文的翻译我们看得懂，但是那个名字的意义是什么呢？在这边却不明显。不过在这边我们可以跟大家做一次说明。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凡是有雅优雅的雅，或者是亚洲的雅原文里面是亚，就是上帝的名字的意思。无论是我们翻译成上主，或者是耶和华。这边，比如说马他提亚，意思是上主赏赐；亚奈亚是上主回答他的祈求；乌利亚，上主发光；马西亚，上帝做了奇妙的作为；比大亚，上帝拯救了；马基亚，上帝是王；撒加利亚，上主纪念；何地亚，上主敬拜；亚撒利亚，意思是上帝帮助；以莱亚是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边大部分几乎所有的名字都有它的意义在，而这边的亚呢，代表的是跟上帝的关系。假如我们看到说这些名字是跟上帝奇妙的作为、上主发光、上主敬拜、上帝纪念的话，就像是我们刚刚在敬拜赞美里面所唱的诗歌，充满着意义。他们的名字其实都跟上帝奇妙的作为或者感谢上帝有密切的关联，可能就像是我们今天有人说恩赐、天赐、恩典、牧恩的名字一样。这些桥梁的角色里面，和利未人，他们让人能够明白上帝话语的意思。在9节到12节，我们刚刚所读的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众百姓就天间的法律或者律法书以后，他们的反应都哀哭了。然后人民的领袖尼西米还有以斯拉利未人就劝告他们说，今天是主的圣日，
不要悲伤，不要哭泣。尼希米啊，他们的领袖就鼓励他们要去吃甜美食，喝甘甜，与人分享。也就是说，不只是自己吃，而且跟有需要的人来分享。尼希米特别强调说，这是主的圣日，我们不要忧愁，因为上主的喜乐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接着利未人呢，也安慰他们说，要安静，这是生日，不要忧愁。这个安静，我们看起来是好像是一般的中文，但是它的安静的意思是嘘，就好像是爸爸妈妈安慰他受惊吓哀哭的孩子一样。所以就是宝贝孩子，嘘，不要害怕，不要忧愁，不要哭泣。好，所以这个是像长辈或者是爸爸妈妈安慰孩子一样的用语。这是生日，我们不应该在这一天来忧愁。所以12节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最后一节说，于是众百姓呢，他们就去吃，还有喝。更重要的是，他跟人分享，跟没有东西吃的人分享，一起共度这样的佳节。经文里面描写说，他们都大大的喜乐。然后最后一句这样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导他们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边我们看到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转变，他们从哀伤、哭泣转为欢乐、分享以及大大的喜乐。这个原因在哪里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特别奇妙的转变，或者说很戏剧性的转变呢？12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明白教导他们的话语。那他们明白的前提，当然很重要的就是第8章第8节，他们清楚的宣读上帝的话，讲解经文的意思，而且让人能够明白读经的内容。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在艰苦的时代分享盼望的信息。我们刚刚提到过了，今天228的和平纪念日，我们台湾有过去我们忧伤、痛苦、恐怖的日子，现在整个世界还在武汉肺炎的阴影之下，还是非常艰苦的时代。光明的未来在哪里？还没有看到。而在这样的艰苦的时代里边，不论是台湾的历史、社会来看，或者整个世界来看，我们的盼望从哪里来呢？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24章里边以马忤斯的故事里边，也得到一些线索，还有指引。在路加福音24章，简单的跟摘要来跟大家做说明，就是这门徒从耶路撒冷走上以马忤斯，然后复活的耶稣呢，就走进他们，跟他们说话。但是16节这样子提到说，门徒们眼睛模糊，没有认出旁边那一个所谓的陌生人，其实就是复活的主。而且他们跟耶稣复活的主对话的时候，17节提到说，他们就面带愁容，甚至有指责这个旁边的人说：“你是唯一一个人不知道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的人吗？”好，所以眼睛模糊，还有面带愁容，是他们刚开始的时候跟耶稣一起行走的经验。然后在路上，耶稣基督就跟他们解释圣经。经文说，从摩西五经一直到先知书，都跟他们解释完毕。然后甚至后来这些门徒就留耶稣来一起跟他们吃晚餐。在吃晚餐的时候，耶稣就拿起饼来祷告祝谢，然后拨开这个饼。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了门徒们眼睛打开了，31节这样描写。这个时候他们眼睛才打开来，认出原来那个陌生的客人不是别人，就是复活的主耶稣。然后他们就开始回忆说，刚才我们在路上走的时候，当这个陌生人跟我们解释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是火热的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眼睛打开还有心里火热这样的奇妙的转换过程，跟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边其实是相呼应的。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的刚刚所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里边，那些桥梁的角色，透过他们用他
他们通俗语言的说明，让他们能够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在经文里边得到力量，得到喜乐。今天21世纪的台湾，2021年2月的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早上在这边做礼拜，我们这一段经文给我们可以什么样启发呢？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和言行当中，也可以让人来明白上帝爱世人的真理。那这个也是一种解释圣经，让人能够明白经文的意思。那是怎么做呢？想象一下，我们是传递耶稣基督的爱，还有他的复活的使者，我们可以对我们的生活的世界里面宣告这样子盼望的信息。那怎么做？就像这个图片一样，我们可以扮演桥梁的角色。想象一下，我们都可以扮演这个比大牙的角色，上主是拯救的；我们也可以扮演马基亚的角色，见证上帝是王；我们也可以扮演亚撒利亚的角色，上帝是帮助者的角色。换句话来讲，这些名字他们的意义也可以用在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教会，还有我们的社会，还有我们个人的不同的年龄的族群当中，扮演桥梁的角色，让人能够看见上帝今天仍然在我们的当中。虽然时局有许多的艰苦，甚至是困难，但是上帝的帮助仍然在我们的当中，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可以扮演这样的桥梁的角色。所以我们就像是站在读经台旁边，不论是尼西米或者是以斯拉他们身边桥梁的角色。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在我们的今天教会的主日学，还有其他的宗教教育，包括我们今天早上的礼拜里面，来见证盼望的信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从研读经文、解释，还有明白上帝的话语当中，得到喜乐，还有力量。然后我们也将这个力量还有喜乐分享给其他的人。就像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里边，当耶稣基督成为活水在我们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活泉，也可以把我们所领受到的泉源分享给其他口渴的人。在宗教教育上面，我们也可以帮助人来研读、解释、明白上帝的话语，而且培养解释上帝话语的服侍者。今天是总会所定的北区大专的纪念主日，等一下姚传道会来为我们报告的是北区大专的一些事工。在我们的年轻处境当中，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许许多多可能是大专青年。大专青年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其实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你们将来几年之后，都成为我们社会的栋梁，成为我们教会的支柱。因此，关心大专的工作，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在我们的团体里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让我们的青年，还有大专青年，将来能够成为支持我们的教会福音事工，还有让我们的社会能够继续的勇敢向前支持的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可以扮演某种的桥梁的角色，我们都是上帝爱的使者，让我们抱持这样子的盼望。就像经文今天告诉我们的，透过我们的分享，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言行举止里边，在我们带领别人读圣经的当中，或者自己读圣经的当中，得到新的力量，也得到喜乐，而让这个喜乐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和帮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在这个2021年，不论在台湾，在世界，我们仍然有许许多多艰难的挑战，特别是在疫情仍然是阴影的笼罩全球的当中，我们在这边恳求你赐给我们
盼望还有力量，也让我们能够扮演桥梁的角色，将主你的福音，还有你的美好信息，分享给我们身边所有的人。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我们请姚宣真传道来为我们做请安报告。各位主内敬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的传道姚宣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双连教会，与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上帝。今天是北区大专事工纪念主日，在此我仅代表台北大专学生中心向各位弟兄姐妹请安，也谢谢你们，感谢你们在过去对我们教会大专事工以及全职工作者的关心和支持，因为有我们教会的支持，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才能在北区各个大专院校里面经营长青团契，陪伴学生走信仰的道路。在今年度中心的事工可以分成3个大的面向，有包含门徒的培育、心灵关顾、宣教实践。在第一，门徒培育是帮助学生增进学生在教会事工的装备以及服事的能力。目前我们有同工已经在台神的神学系开设了辅导训练相关的先修课程，而今年我们也计划举办查经带领的培力营，以及针对学生团契同工的训练营。第二个，心灵关顾，针对在学的学生或者是毕业生，给予适当的陪伴以及关怀。若是有特殊的需求，中心也会将学生转介给专业的陪谈人士。而另外，在每一年，我们中心都会和叶宝贵老师合作举办全人照顾营，而这个营会是一个必进的营会，邀请学生暂时离开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借着个人的灵修、静默和祷告，在这个过程里面操练自己，也在信仰当中认识自己，加深与上帝的关系。而在第3点，宣教的实践，中心从去年开始，其实慢慢的在推展暑期的福音队的事工。中心鼓励学生与在地教会有连结，除了将资源带到教会里面以外，也透过与在地教会的青年一同服事，帮助在地教会培养青年人，将来委身在教会里面，成为核心的同工。而在这个福音队的里面，也让学生在服事的过程里面，还有生活的体验中，更认识教会、社会、人文，而从当中也学习分享、同理、思考。综合这3个面向，中心不是只有推展事工帮助学生，同时也帮助我们自己中心里面的同工。我们有在职训练的课程，鼓励同工参加陪谈技巧的训练，或者另外可以去找自己想要进修的训练课程。而今年我们也针对自我认识、人际关系、信仰反思，我们开设了读书会。我们陪同学生一起读《被讨厌的勇气》，以及认识上帝、认识人的9个旅程。而在这个当中，我们也邀请了讲师来跟我们分享相关的这些的议题的讲座。而最后，我们不是只有让学生一直不断的被装备，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学生他们从过去20几年来，我们成立了一个北区大专联合团契 PTL， 这个是学生自主的组织，让学生能够主动去学习，自己去策划共同的营会，或者是查经班，还有礼拜等等各样的活动。而在刚刚我所说的这些活动里面，我们都会放在台北大专中心的粉丝页，或者是 PTL 他们自己的粉丝页里面，我们会一直不断的更新我们的活动。而这些事工，中心做的这些事工，不是只有帮助，不
只是帮助教会的子弟在大学时期能够持续深化自己的信仰，而是更期待这一群学生，这一群基督徒的大专生可以成为校园的福音种子，帮助更多的人认识这个福音，跟随耶稣基督委身在教会里面，而一起同享上帝儿女的平安。面对大专事工的合场，学生中心知道自己所做是非常有限的，而我们努力的空间也非常的多，持续期盼与众教会来连结，让我们一起组成一个爱的网络，与上帝同工。在服事当中，我们彼此建立，同得这个世代的青年。再次感谢教会愿意让学生中心来到这里请安，也谢谢你们。愿上帝的恩惠、恩典加倍赐给我们众人，兼顾我们为上帝国所做的一切功。谢谢大家。请我们预备心来奉献。请我们起立来感谢。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谢谢你保守看顾我们，并且赐给我们有喜乐和平安。感谢你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应许。这个时候，我们献上我们的金钱，做你的圣工所用。我们也要献上我们的才能和我们的全心全人，求你来采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
请坐。现在我来报告，请翻开周报，来关心教会的事工第4页。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北区大专事工奉献主日，感谢曾宗圣牧师代表北区大专中心前来本会证道，以及姚勋珍传道代表前来本会请安及事工报告。愿上帝赐福大专中心所做的校园事工，以及大学生们的信仰生活与实践。第2大点，肢体关怀。本会会有杜信夫弟兄的母亲杜李宝凤姐妹于2月16日安息主怀，定于3月4日礼拜四上午10点半在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仰楼1楼至真2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与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本会会有李志清弟兄于2月21日安息主怀，定于3月5日礼拜五上午7点半，在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仰楼地下1楼真爱2室举行入殓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与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3大点，野外礼拜的事工。3月7日，下个主日是教会社教108年的纪念主日，将举行全教会的野外礼拜。地点在新竹圣经学院，时间是上午8点10分在教会集合，8点20准时出发，10点半主日礼拜，12点午餐，13点到新竹历史公园。15点回程，预计17点回到教会。费用每个人缴500元，含车资跟餐费保险。当天于车上退费200元，3岁以下退费300元。报名即日起，请向干事报名，并且在本主日截止。请翻开第5页，备注：第一，当天教会内仅有第1场礼拜上午7点半照常举行，其余的教会内的聚会以及3月份的圣餐暂停。第2点，当天主日信息线上直播改为第1场礼拜上午7点半，第2场跟第3场礼拜的线上转播均暂停1次。第3点有做修正，请听我报告。这次的安排，2月24以前报名的兄姐，可于本主日在10楼走廊或者是官网查询，其余将于3月5号公告，在官网及10楼走廊提供查询。第4，自行开车前往者，院区内不方便提供停车位。第5，若疫情有所变化，会视情况做调整，以及教会周报与官网消息为准。第5大点，全教会培灵会，时间是3月20日礼拜六上午9点40到12点半，主题是战胜世俗的挑战。地点在10楼礼拜堂，讲师是胡宗明牧师，费用100元。报名到3月14日为止，请洽干事。第6页的装备课程，共观福音查经班，第3阶段马太福音8章到11章，共有9堂课。第1，每周日的早上、晚上各开1班，教室在10楼，日期请自己看，时间在早上的10点到11点半，晚上7点半到9点。第2，礼拜4的下午2点到3点半，教室在7楼礼拜堂，讲师是我们的主任牧师蔡牧师。备注不限对象，报名请洽李淑芬干事或线上报名。以上报告，接着我们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和牧养代祷。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牧师这边有一点补充报告哈。3月7号，如果你已经报名的青少年或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我们的车坐的车位会晚一点再公布，因为我们要另做一些安排哈。所以你已经报名的青少年或儿主老师我们会晚一点再公布这个消息。那如果你是原本有参加社青小组的，就是在我们座包后面，你是属于这4组的社青小组的请从社青的牧区去报名。那他们会提早出发，那请大家注意一下。好，那欢迎我们我们要感谢曾宗圣牧师跟姚传道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拍手欢迎他们。
然后我们当中还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们代表教会再一次欢迎大家。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好，没有的话，我们一起来唱这个祝福的歌。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祝福的歌。在疫情的当中，我们也戴着口罩，彼此来祝福，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与感动，与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跟旁边人请安，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不要握手哦。防疫期间哦，我们不要握手，请我们从前面2个门出，好不好？请我们服侍的同工把门打开，我们尽量从前面2个的门出，然后到青少年牧区的赶快到小组，